今年11月，风台甲宜兰沿海的渔网啊，拢吹歹去，即卖呢，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业者是要无通机会甲收回来。另外，部分渔船的普罗佩拉嘛，或者渔网啊，拢加掉的，这船只呢是袂顶袂当。县政府表示讲，会赶紧来争取救助，互业者赶紧恢复作业。 因那阵受到风台影响，全部浮伫海面，互部分渔民的渔船扑到皮啊，互卡掉咧，无法度顶动，敢来当请求救援。迄落我感觉啊，加着伊的数啊，外海加些拢袂顶袂动，骨仔钱搁出现。我若看到，若无注意着会去夹着，会去螺旋桨会去夹着。迄边希望这歹去的因那阵会当赶紧清掉，避免影响船只的通行。不过因为东北季风来，海面的风影真大，加上因那阵歹去了后，全部拉做伙，对业者来讲要修好无简单。因为1个多礼拜你不能起浪，你有浪我们也无法收。最近的浪况又不太好。浪太对啊，因为你浪太大，我们要顾虑安全啊。 用过因那阵的业者，拢会伫11月开始作业，闪开7月到10月的风台季。不过今年11月啊，也是有风台，互已经开始作业的业者损失真重。根据官府的统计，全国有11间的业者，23组的因那阵因为风台歹去，按算财损的。损失的费用大概高达将近3亿多啊！目前县府在积极的在会诊他们所提供的资料，来报我们的中央来争取相关的一个现金救助跟低利率贷款。官府表示，已经积极整理因那阵业者的损失情形，了后会报中央争取现金的救助，也有低利率的贷款。因那派去因那阵四价铺的部分，会尽量协助渔民，鼓励因赶紧修理好。记者